今咱来关心中国武汉肺炎上新的疫情消息，一方面继续要来关心即卖疫情歹收煞，一寡产业拢有安尼算断着。最近布料行的业者业绩煞细面长好，原因就是因为喙安限量的政策，一寡人开始家己动手来做喙安，家己 DIY， 设计拢总有2元，中会当开一个空，就会当甲一般外口的喙安钱入去内底。外口喙安因为会用较久，其中棉的材质因为较透气，挂起来袂感觉揢揢，大家上介意。车布工作室虽因为这波疫情，驻门喙安的订单一日加真多，一个人平均一天都要赶60个喙安。这种卖都250，一码250。对。紧来紧去，为囡仔来咧进步，要做布的喙安袋啊，延长外科喙安使用的时间。就算台北市永乐市场礼拜日休市，有开的店家无济，但也是有真济民众来伫找布样。他学校上课都要戴口罩，然后我想说，有口罩套的话，会一个口罩可以使用的期限，可能就譬如说2天。口罩就是不够，而且比较可爱。开始要做，所以才买布，2层以上啦，全棉都可以。浓的它会闷在脸上，有的会过敏会痒。头家建议一寡较通风顺棉的布料上适合来做喙安。随着疫情升温，喙安无够用的情形，布市的业绩颠倒来成长，带叮当车衫的工作室订单嘛大来增加。量最多的时候，大概50-60个。上侪人订做的都是这2款，头一款外表甲一般的喙安同款，是双层的设计，中有开一个孔，就会当甲外口的喙安放入去。那另外一款较简单，适合新手家己来 DIY， 先加出41公分乘16.5公分的布，对凹以后，双边搁爱留3个凹痕，方便扭开的时阵会当将片仔甲下頦来砍掉，嘛会当利用挖斗来将这个凹痕挖较深咧，2边才搁扯起来就完成啊。安尼唔但会当延长喙安的使用，古锥的花样嘛成做是另类的新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